乡亲啊，这个天气伤过热，嘛引发到火烧车哦。专家讲，这个车若长期泊伫大日头下，光线会真紧来漏旧，这个水箱会怎漏水，油管会怎漏油，车温就会压悬来导火。这个电线漏旧，嘛会造成烧拍电来导火。嘛要提醒咱的乡亲，车顶唔通放赖大、芳水、目镜这个真会爆炸导火物件。日头遮炎，车停伫外口一拍就是几啊点钟。专家讲，千万唔通拍伤久，因为温度悬会加速车内光线的老化，时间一个久有可能致使火烧车。水管有漏水，导致引擎温度高，再加上我们天气热的话，很容易就会火烧车。漏油会滴到排气管，就是会产生火烧车，所以要叫他尽快把漏油修好。车内电线搁较因为温度悬溜皮烧拍电导火，有环保材质的问题，那里面的铜线外露，导致我们的电线短路，那也会产生火烧车的情形，这也蛮常见。另外，日头晒久，车内温度有可能到50-60度，所以讲车内上好嘛，莫放一寡危险的物件，尤其是打火机、香水啦，或者是喷雾器呀，像发胶之类的，它这种东西遇到高热都很容易产生爆炸。若是讲真正爱停伫室外，专家建议讲搭乌纸，也是讲用纸板顶顶炸一个日头，安尼嘛会使降低车内温度。另外嘛提醒讲，若是驶车驶到一半，发现讲引擎的温度伤悬，甚至有闻到臭火大味，一定要随我路边停车，离车较远的赶紧敲电话找人来处理。